在这个下面呢，就是有一个小故事。曾经有2位，行持12头陀行的比丘子，来到阿底峡尊者的面前，那么这里讲到就是12头陀行，用这个来说的话，就是又讲到这个怎么说呢？比丘子的这个戒律方面的12头陀的意思来说的话，就是他的那个比丘子的行为，就是相当我们就是说就五戒一样，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很多很多的分别嘛，就是有这些的里面呢，就是有怎么说呢？那个五戒然后4个根本的戒加上9就是5戒，然后还有就是13戒，还有这个12等等各种各样的，到就是怎么说呢？那个总的就是200多的这个戒律都是戒条，都是有这样的，它也是有小的单位。小单位里面来说的，就是12头陀行，就是比丘指的就是12种行为。比丘指的12种行为来说的话，那就第一个呢，就是在那个他的，等一下我这个看一下字典里面应该有，名词。哎呀，12头陀行的这个第一个来说的，吃分少一，但吃最一，但吃虽一等等，这个就名词是这样，但是它的那个内容来念的话，就是第一个呢，就是它的这个衣服全部都是完完全全从垃圾桶里面捡回来的布料，然后把重新那个染色，重新就是制作，然后这样就是穿，只会穿这种的，这些都是为了要那个断除执着而这样的。因为在过去印度来说到，就一般的人都是在穿的都是那个布是没有煎过的，也没有那个怎么说呢？布过的，就是整个的一条布来包着自己的身体，上面都是一个布来要包，到现在也一样。印度他们自己的本身的真正的服装就是这样来的，所以呢，但是出家人呢，就是跟在家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那出家人的衣服都是一块一块的煎过了，然后就是这样然后重新再做出来的那么就是重新染色，这些来说的话，就从那个相当就是从垃圾里面捡回来的这样的衣服。然后第二个，除了这样以外呢，就是不有更大的弹性。然后第三个呢，就是只有3种法衣那衣服来说的话，只有3种法衣。第二个来说的话，就是只有就是那个魔毡那种，就是相当就是羊毛做出来的魔毡的那些衣服，那当然就是穿起来也不是特别的好嘛，就是触感也不好嘛。但是就是比丘只用这些，然后就是在一个坐垫上然后就修持，不再就是移来移去，今天在这里，明天在这里，就等一下那样的。修行的时候呢，就是在一个垫上修持的，然后同时呢就是托钵的，然后生活就是托钵为生活的。然后托钵的方面来说的话，就是一天要去几个家里托，不是说是今天一定要托钵到多少的家庭，就是一定要吃到好吃的位置，不是这样的。一天他有就是几个家庭去，那么这比如说3个家庭，然后就是没有人，然后就是没有得到食物的，那一天就是不会再吃饭的，不会再继续托的。那么这3个家里面就是多的时候呢，他们给什么就吃什么，没有说一定要我这个不能吃，这个不想吃，这个可以吃，没有这种的，就是他们有什么就给你什么，或者是他们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，然后就这个就是作为一天的这个禅托钵的条件就是这样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在一起怎么说呢？那个很多的僧众一起供养的时候，供的主供养给你们饮食的时候，那么你觉得吃的差不多了，吃饱了，那就说不要吃，再不吃，已经说过了我不吃，我不要。然后接下来又供的主换了另外一个更好吃的
贡品那个供上来让你吃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不能吃的，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不要，然后再吃的话又是另一种贪心，所以这里也是一个。然后呢就住处的地方就像那个寺庙现在来说呢，就很多的寺庙都是怎么说呢，有很多人的地方嘛，很多的出家人一起修行的地方。但是实际上寺庙就是在藏语里面来讲到就是观巴，它本身的这个意思就是空地安静的地方，没有人的地方那么就是因为很多修行人跑到没有人的地方，山洞里面自己一个人修持成就了，然后就是很多弟子去找他，然后跟他学。那么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修持，在一个安静处修持的时候呢，那么后来慢慢他成就了，然后就很多弟子去找他，那么很多弟子为了他的话也是安住在那个地方。就后来呢，就是人越来越多，变成寺庙的，寺庙就是变成一个大家可以共同一起修持的一个这样的场所。实际上呢但是这里面讲的所谓的寺庙就是安静处，那这些那个住处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也是经常就是在一棵树下面打坐一棵树下面打坐不动的。然后另外那个自己的住处的要求也是没有屋顶的要求，没有屋顶的住处里面都可以住的，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也是要有舒适的那种，就是有完整的那种不对的，就是要住一个没有屋顶的。然后同时也是住在石陀林，然后呢住的时候呢，就是也是怎么说呢，一直怎么说呢，坐着的，不是睡觉的不是躺着的。躺着那些都不行，就是必须得要就是打坐一样，就是这样坐着的然后呢，就是再到了哪里，就是最后一个第12个是什么？到了哪里都是一定要那个怎么说呢？坐的那个坐垫的部分。然后我们比如说一般的人到了哪里，如果想要休息一下，也是先看好自己在哪里坐下来会比较好一点。反正不管是石头也好，木头也好，椅子也好什么，如果说我们就是平常过去就是公园里面看到椅子的时候，也是先看一下椅子上有没有灰尘有没有水，如果有的话就是先清理一下等等这些嘛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比丘制来说的话，就是有什么样子的地方就想要坐下来，就在这里坐下来，不会去先去动一下那个地方，然后把它弄平，或者是这里铺一个垫，这些都没有。什么样子就是它本身就是好的，就是可以坐下去，不好的也是上面坐下去，就没有说是一定要把它改变一下那样。所以那个是12个条件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行持的比丘制那么它的这个12个名词来说的话，就是那第一个知分早衣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衣服的部分衣服的部分呢，都是那个垃圾桶里面，就是相当于是从垃圾里面人家不要的丢出去的那个拿回来的那个。第二个但指三衣，就三法衣三法衣的部分这没有更多的那个衣服讲的，就像毛毡一样的就是羊毛毡那种一样的衣服，就是衣服上面没有说这个触感比较好，哎呀我要穿缎处的，我要穿湿处的这个我要穿那个棉布的什么等等，这种没有这些要求。四谛起实来说的话，就起实就是那个托钵的部分嘛对，就是住处的部分。住处呢就是阿莲入就我刚刚前面讲的一样，就像那个寺庙一样，就是那个清净处常住树下，就是长期住在一棵树下面。常入地坐就是没有那个怎么说呢，屋顶的住处然后常住中间就是斯陀林等等这种大家都不喜欢的地方。长期端坐就是一直端坐的，不躺不随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这里面已经出现了嘛，那个比丘的12头陀心的比丘就这样。这两个为什么这里面讲两位
行持12陀行的比丘到达阿底峡尊者面前。那么阿底峡尊者是呢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位高僧，大家都知道嘛，就是一个佛教学者，而且是一个大成就者。那么是佛教九乘当中的一切内容无所不懂的非常殊胜的一位高僧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在这里面也是有讲，就是为什么不直接说2位比丘那这里为什么讲12陀土行？就因为这个就是连小小的就是这些一个住处也好，各种方面都那么要求的，那这2位是肯定是非常非常殊胜的，戒律非常清净的2位比丘，对吧？对。那从这里我们听得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3个人，我们就是这里面提出来的这3个任务的这个他的每一个的这个怎么说呢？特点跟他的殊胜的方面。那么2位比丘来说的话，他的戒律是非常清净的，那肯定是他对于这个因果方面的，从小乘到大乘的整个的这个因果方面各个方面，那肯定是非常非常的重视，而且是修持也是一定是非常如法，对不对？从这样去想。那么但是到了阿底峡尊者的前面呢，就来阿底峡尊者的前面是主要是做什么呢？那肯定他们有问题嘛，那么就来找阿底峡尊者那么尊者呢先说人无我事，那么尊者就是给他们讲，就是我们这个佛教当中的人无我跟法无我的这个道理。人无我是他们2人心生欢喜那么人无我的时候，他们2人都是非常的欢喜那觉得就是很听得懂，而且也是听得下去，而且是非常欢喜，产生欢喜。当讲到法无我时，2人什么惊恐万番，那这个时候就是怕怕的，觉得上师在说什么呢？有这种想法，上师在说什么呢？为什么法无我那么这个那就讲到这个空性的时候，他们就有点心里就是不是那么的欢喜，有点怕怕的说到太可怕了，请尊者切莫如此宣讲。当听到念诵心经时，便以上述言而尊者十分伤感地说：如果没有慈悲菩提心，修炼自心，对甚深正法未起诚心，而给予护持一分境界，则不可能获得任何成就。所以从这个里面来说的话，我们也一定要知道菩提心是多么重要，对不对？自尊自恋着光着我